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想到好呀，水蜜桃会想到哪个蔬菜嘅水蜜桃呢？可能当人会想到讲，拉拉山嘅水蜜桃。不过吼，今日节目当中，同样爱同大家来分享。桃诶，不过係五葉桃，還個係對呀台中新沙來嘅五葉桃哦。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位來賓，分享誒陳秀賢大哥分享。大家好，我係陳秀賢，我來自台中新沙，今日當分享來客家電視台嘅福起來咧，這個節目來錄音。好，來太普強嘅鄉親，太普強哈。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桃誒，五葉嘅桃誒。一開始就要先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新嘅品種，阿群我嗌糖都芒色糖果，按到鳳玉桃。鳳玉桃。鳳玉桃也係樣板嘅品種，加嘅特色有乜嘅同其他嘅桃係冇共樣嘅呢？因為鳳玉桃吼，一般人年輕人人們真流行嘅，就是較脆嘅桃，佢哋摘落來水細細嘅，都是得食嘅。因為呀，它市面上有一種脆桃，跟脆桃係攞杯進口過來嘅，但個係沒有毛的，是很光滑的。油桃。對，我哋叫很多油桃，油桃是不是？哦，好起來。係蜜罐入來嘅桃啊，蜜罐入來啊，這種咩係脆的桃子。古時候呀，這個紅玉咩係食起來口感較脆嘅。阿啲外觀上來看哦，亞樹紅有一粒，看起來一種很紅誒。其實鳳玉桃吼，佢看起來就係東豔紅嘅鮮紅嘅顏色，很漂亮。而且加絲襪較圓嘅濕濕。哦，絲襪係圓圓的，有一點點遠遠看有一些咧像菱角，有冇？圓圓，還個有粉粉嘅感覺，還個一般人印象當中嘅桃誒。按用嘅粉色可能已經很軟了，對不對？已經到這個紅度，感覺已經很軟。不過，你按用強嘅按用黏黏呐，它其實是硬的。硬的，哦，古時候佢張摘下來嘅時間是係脆嘅。凍脆，佢用脆吼，咪比個菱角還較脆。有會嗎？凍脆，係。真正通呢個韓國可能大家會撈到講凍脆嘅桃誒就會凍酸，不過完全冇酸。一種凍脆就凍甜咧。韓國凍香，啲桃誒嘅面絲咩凍清楚呢？不過像呀按用嘅鳳玉桃，看起來地步，我覺得它的肉雖然係脆嘅，但是裡面唔會鹹味凍到。有的桃誒會吃到好像凍到鹹味，會那個卡牙齒。兩萬，係呀，唔會呢，嗰種。像按用嘅鳳玉桃，佢冰嘅以後還係會軟。唔，佢那冰長冰2-3日，佢袂較軟嘅出，按軟佢唔係食起來是 QQ 嘅，佢唔係像水蜜桃安尼。好奇怪哦！有人講你很多 QQ 桃。QQ 桃好可愛哦，當定一下嘅名誒。古時候像按用嘅鳳玉桃係新嘅品種。新嘅。它是不是有它的一個？它的自己的那個號碼，屬於它的叫做什麼台灣桃子幾號那種。它應該就現在應該是台農6號。台農6號，有佢七家嘅號碼，就係紅玉，因為也係新培育的品種。係目前新的啦。而且另外係市場接受度挺高嘅桃。古時候佢也係清好嘅好處，就係因為佢較硬，古時候佢較耐冰。係較耐冰，啊無佢像一般嘅水蜜桃吼，佢就摘出就黏到。佢都袂糊咧，啊，呢種嘅唔愛，耐儲存啦。古時候對農民來講，也係當好嘅優點嘅。你看到它樹頂吼，佢很豐富，3葉唔怕，摘件唔軟皮。哦，3葉都做得。哦，古時候也係阿佢每人芒色糖果嘅品種哦，按到鳳玉桃。生下來再個來同大家來紹介，另外一類按到福利美。福利美佢係樣板嘅桃，有咩同大家紹介一下？哦，福利美佢嘅桃吼，佢係甜桃啲不清甜嘅，佢係清露嘅。壓力很多福利美。好，佢哋福利美吼，佢係台灣清做嘅甜桃，佢哋係台農1號，佢哋桃吼佢都細粒。對。然後青苔就差唔多按。差唔多按呢，啊，佢係清甜嘅桃。清甜嘅桃誒，福利美係清甜嘅桃誒。目前平地來講吼，佢係清甜嘅桃。試試看。好水哦！其實就像水蜜桃咁款。好好吃
种咧甜头那好鲜吼，特别比高山的水蜜桃还较甜，还较好鲜。哇，我老到像爱水蜜桃，总有按圆、按水嘅按用嘅米丝。不过像按用丢丢了尾头嘅，韩国其实没冇规粒冬粉哦。按用嘅食物食起来就冬甜嘅呢。冬甜嘅，冬有水。韩国夹嘅骨肉食起来系嫩嫩嘅。对啊，意思还是就是大家吃到水蜜桃的那种感觉。对，不过也是最接近水蜜桃。水蜜桃口感风味的。哦，所以讲石头唔是去拉山、梨山食，连平地就食得石头咧。是哦，呀，同家下嘅红玉係哪個一種無香用嘅口感？唔過像紅玉標軟咧，同椰食起來口感係無香嘅。椰食起來凍軟，啊，紅玉食起來是 QQ 嘅，哦，佢兩種口感風味攏無相款啦。無相用，韓國還有第三種哦，兩種係冇啦，還有第三種，按到福壽桃。啊，福壽桃看起來就黑太粒了。黑太粒，係。它看起來就很可愛，大顆的。你福壽桃食起來吼，酸酸甜甜的，啊，就當種人講，佢有台灣原生種嘅桃嘅梅，當切。哦，伊咩切？啊，佢標叫會軟冇？係佢袂軟，啊，食起來酸酸甜甜嘛，當好食。啊，其實梅桃桃梅桃較香，啊，當然也蠻食得種誒。呀，就是有點像最原始嘅桃嘅嘅米絲誒，其實也冇按甜，不過佢嘅酸咬嘅米絲就是有一點點像人家食果子有的我們好食太甜誒，而有帶一點酸味的。哦，古時人嘅果園地度3種桃味都有。3種。全部就中亞3種。呀3種係你吃到消費者接受親口嘅。親口嘅錯。啊，是酸呢，酸甜的就係福壽。啊，口感那較好嘅就是較脆嘅就是紅玉。啊，是水蜜桃嘅口感都也是甜桃，福利美甜桃3種。福利美甜桃3種，古時候像按用3種嘅桃嘅啊，佢出生嘅時間差唔多係乜嘅時間？出生的時間，那慶祝係紅玉，紅玉其他國曆4月中旬開始就是有時在長嘅。啊，福利美啊5月初。5月初。啊，到福壽大概5月15號講開始，到端午節前才會出來。今年無相款品種開花啊，跟摘嘅時間都無相款。哇，不過也出生嘅產期就差唔多按用短嘅4月半到6月。差唔多一個月都一順啦，4月時間啦。按用就是很季節限定誒，嗰時候也到時節啊，你台灣青島乜嘅時節就種乜嘅果子，嗰時候台灣青島果子啊，第5月嘅時節，真係非常推薦大家來試一下野桃誒，唔該，加3種，真係都有幾無香用嘅米絲，很好吃。對，嗰時候像按用桃誒，一年四季啊都有無香用嘅變化。既然有請到專業嘅農民來到節目當中，就可以來請下蘇賢溝通，大家來了解一下桃誒啊，佢一年嘅成長期發生嘅乜嘅事情哦。最左邊哈，應該桃哈，它農曆過年前後，其實開始要開花。哦，過年大家會去看桃花開。啊，永遠咪桃下哈野餐。哦，哇，這樣子像日本人啲啊，那個櫻花樹下野餐，台灣人就做啲啲桃花樹下來野餐，韓國來唱一首桃花開。啊，桃花開被差唔多10至15年了，佢開始都被結果。這麼快就結果了？結果，哦，結小果。結小果，然後差唔多2個月開始就是在摘啦。就做得摘。做得摘啊，然後摘皮。到冬天，佢桃樹佢係溫帶果樹，佢被落葉給它休眠。到冬天佢就被休眠咧。佢就會全部就是葉子全部都掉光，就會進入休眠期。等春天開花，有桃花開。哦，原來係咁呢。嗰時候桃嘅一年嘅成長，你印象當中前一步嘅過年真看到呀桃花，啊呀下就做得有桃嘅好食咧。哦，嗰時候曬下來嗬。
那苏贤哥和二来同大家来分享嘅係基本日廣式農民啦，就會請蘇賢哥來同大家分享。其實剛下因講到也土嘅啊，除咗一年四季按用生，農民還愛為佢做動到照顧，對不對？還個甚至來修剪。當然人都講種果子，也係講種東西，全部都要蔬果。蔬果就是修剪這個土長枝，不過土一年會剪200，怎麼可能會剪200呢？剪100就已經有蔬果的目的了啊。一般土哈，佢分夏季修剪並冬季修剪。夏季修剪是它給土長枝，兩萬毛嘅枝條，它給剪配，佢這樣唔可以浪費養分。哦，所以說葉田剪100嘅目的是為了減少佢嘅養分，就是蔬果的意思了嘛，對不對？然後佢冇剪吼，佢嘅芽草那太多，佢新光合作用較無按吼，佢葉會較早老皮，要黃皮啦。所以安那佢佢剪較long嘅時候，將本佢嘅太陽可以直接照射。今日就用嘅看，哪條做得先剪體，哪條會留下來。一般土長枝清新的吼，咱攏要它去剪皮啦，留給隔年期的結果枝，結果枝咱要留下。莫按太細細支嘅呢，嗰種嘅吼，嗰種嘅土打落去較太粒。好，故說也係葉田T100修剪土長枝。那T100冬天頭，我們一般頭國曆11月、12月開始到它。嘛，儘管因為夏天到冬天這段時間，佢還沒長新的土長枝，我們慢慢去剪片，然後都會剪片，然後每一支土長枝的每剪片，土長枝每剪片都會讓它因為冬天佢要到春天啊開發時陣，嘅養分會往前衝，所以很到剪尾剪掉之後。養分往前衝的時候，它才會對這邊回流之後，它可以發漿咩，可以較整齊、較漿。哦，原來係咁呢。古時候你看到連土嘅呀，修剪竟然要剪200。韓國有韓較多土嘅知識啦，韓國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編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台中新沙嘅土係5月嘅土嘅哦。家下要同大家分享有3種品種，大家有記得冇？紅玉、福利美、福壽3種冇香用嘅土嘅，食起來嘅口感全部就冇香用。不過接下來就要來問一下人哋陳大哥，其實台灣有東島蔬菜都有種土嘅，台鐵有哪條蔬菜有種土嘅啊？像咱平地水蜜桃吼，甜桃，你講甜桃，大部分攏種頭因台中的新社、東勢苗栗的大蘭，你蠻東島中部地區南投漸有人頭種啦，都會平地水蜜桃，像啲紅玉、福利美並嘅福壽啦，你蠻較多係紅玉，你蠻較多。唔過像你呀，嗰片新沙嗰片，對於個子來講，對於像亞種嘅土樹，因為環境當中要，你知道新沙對於土嘅來講，提供哪條好嘅條件？哦，就新沙來講吼，新沙佢海拔差唔多都500到700，中間小丘陵地的感覺。小丘陵地，對，然後土佢係溫帶果樹，就新沙它需要。日夜溫差較大嘅時候，種出來土會較漿。當然，咱新社佢嘅土係紅土，弱酸性，要弱酸性啊，所以桃子它比較需生長適合的環境，它弱酸性大概 pH 6.5到7。6.5，這個有點偏酸性的土。太酸嘛是唔得，對，不行。故說杜德後呀，新沙有按用嘅條件提供這個酸性的土壤。對，還講你剛剛講日夜溫差大，日夜溫差大，佢溫度日夜溫差越大吼，佢
佮种出来的土，变佮土本身佮的发芽分化要较好。啊，什么东西？花芽分化。花芽分化，就会不会本佮好色咧？本佮开花要较僵，因为佮土佮要休眠，佮要花苞要慢慢太，伊的低温的是给抹蜡，佮要开花，可是佮没结果，效果要跌败。有按太嘅样效，故说就有东东人讲要种果子，听说会有在这种高低温差很大的地方种，就会引变按钮。适地适做啦，适地适做。那土那去南部啊北部吼，可能没办法，佮要开花没结果。所以种上啊平地的甜土，凊多土种上眼新下，东西下光量的。水质你也对喏？啊，水质的话，对水质的要求较无按重要啦，所以是还好。不说就是耐用，含过这个温差，含过环境也部分当重要。不过照顾也系当重要嘅，像呀，唐讲陈太高啊，用一种当天数嘅方式，本地的民众，对不对？用民众来照顾土诶。用民众最主要的就是要防止佮病虫害被降低浓度。种从咱种土较强的都是东方果实蝇、东方果实蝇。因为你们东方果实蝇目前的公司较没办法医啦，所以难有钓民众吼，因此得防止东方果实蝇的灯。钓民众的好处还唔但像防虫的，听听。防虫，其实像还有做得防，比如讲液压做得冇。伊吼，你来像你们暴雨，龙虾暴雨，佢落土嘅蚊帐上报，佢都要分散佢哋水分，唔直接落来啦。倒来就像咱身上有时佢要落霜。落霜，佢落霜嘅时节，差不多要拄到头发开头结枝时阵。哇！按了霜落它上报，佢都唔会落来。你拄吼，民众就按用。保护的呢，佢嘅霜唔會跌下來，會多呀民眾蛋糕。係講霜跌到嘅跌到花蛋糕運用嘅。落霜到即差唔多零度嘛，零度佢頭剛出來嘅頭到零度這個時間哦太久，佢被凍傷佢就被跌破。就唔會生誒。就唔會生。嚇！嗰種民眾真係當蔥腰呢。就當蔥腰係。哇！竟然用會想到講，用民眾來撈佢命，但係頭擺就有人用做係。以前冇啦，以前咪係露天栽培嘛，你們種土是的露天栽培了。我哋講嘅青蔥腰就係粒每唔磅，冇辦法嘅啊。用嘛冇效，乜嘢都冇效。就用蚊帳清好，即係將佢包起來，包好來就好咧。古時像而家他提到嘅東方果實蠅，除咗東方果實蠅以外，呀土嘅樹還有其他嘅偏害呀係蟲害冇？其實土佢嘅偏蟲害較少啦，都係就有個折心蟲，折心蟲佢要食嫩芽，嫩芽就不給食破，佢生長就差唔多要慢1年。哇，還有冇蟲嘅部分？蟲的話就斜紋葉道蛾，那就是應該係種東西嘅人都懂嘅。農有啦，農民的斜紋葉道蛾。最討厭的，其實東方果實蠅也是。對農民來講，要就會清點熱鬧誒。清點熱鬧就東方果實蠅啦，其他的都還好啦。唔過有用一條方式來防止佢啊掉。我哋民同民眾地圖吼，有做3種生物防治法。最左邊呢係做嘅斜紋葉道蛾，會講嘅。佢底部有講嘅。你買用嘅啥？佢都係佢底部有一條嘅性費洛蒙。講嘅片到啲妹，佢就會撞入去，佢就直接唔出來咧。用按用嘅方式。佢個梅土，梅土，佢有一條像一條牙籤嚟嘅，嘅黃黃嘅梅土，佢變個隱形皮膜，佢蟲嘅張片嘅落去就出唔來。佢等落去嘅苗地度都出唔來咧。就做起來，哎呀喏。都係嘅折心蟲，折心蟲佢底部嘅一粒嘅咪係農事所研發出來，佢係性費洛蒙啦，佢咪係做
公诶，做咩做公诶？因为先老公诶做起来夹就唔会上虫诶。其他唔系交配就唔系生卵咧。诶，咩去做公诶？哎呀。然后第三种就系做嘅梅炎胖，梅炎胖佢咪系叫嘅心肺肉膜，公诶偏到连梅土，佢就要撞卵。韩国也系冲炎定，对不对？佢撞过佢就炎喺度就是别咧。就是他咧。哦，所以像用暗涌嘅辐射尽量减少。像我的做法就係講，我在採收期前15天，我都冇用藥，沒有用藥就是讓本消費者是都安心啦。因為講，買去買水果啊，盡量都會使到農藥，所以我要頭第一要用了生物防治法，是在講要今年大大的降低了蟲害危害啦。所以我做飯我都攏冇下藥。对，唔过像種嘅時節啦，也像土嘅，韓國梨嘅也都全部都係用夾嘅，土嘅咩叫用係用夾嘅？土嘛用夾嘅，土是細條用嘅苦桃。苦桃。台灣最原生種嘅土，佢係當酸啊細啲。當酸當苦，唔過佢係土嘅樹。即係佢就用下個耐旱啦，耐旱抗病。因為它是本土的。對。然後我夾嘅品種，到細條就夾落去，夾一刀都是得咧。夾一刀就做得，因為像梨嘅可能一年，太梨當年我夾過，啊土嘅唔是。唔是，夾一刀都是得。夾100就做得，按樣做得3幾久誒？一般土吼，差唔多才15年左右。15年。其實到第15年，佢嘅產量開始就被降低。可是不是有人講愛食東西，愛食那個老張肉頭的樹。肉頭。啊，頭的肉頭。頭唔是，頭心頭。冇好食。心頭就當好食咧。心頭就當好食，唔是點肉頭。個人管理嘅方式有原因動態啦。唔係講頭啊，是當肉頭嘅，唔是啦。對，我想講，因為肉頭應該當好食啦。嗰時也15年過後，你就愛再個種新咧。像我做法就差唔多，在新一年，我土樹旁邊我都係先接一條新嘅，放嚟等，啊冇等佢4匹，這樣種唔富咧。因為土種落去都3年，3年時間，所以按到差唔多看到佢差唔多時間咧。人都要種了登記啦，這樣是得沿接續下去。對，按用這樣一切又好食。嗰時候像按用嘅土嘅啊，除咗直接食以外，其實啊，基本以陳太講咩，我來推薦大家有其他嘅方法冇，其他嘅唔算料理嘅方式冇。一般人家土是鮮食較多，但是鮮食就腐唔菜咧。腐唔菜，然後一般吼，因為人會拿來打冰沙，不用營養。打冰沙嘛，當好食，然後它土不用原都不用去冷凍，變成桃子冰，感覺好好吃哦。對，直接吃。再來就是蠻有癮做果醬啦，自家做桃子果醬，早餐人溫嘅吐司，都當好食。桃嘅果醬，我用嚟做啊？佢咪係因為桃子佢有天然嘅果膠，細細的拿切落去煮，佢都會有種嘅。果醬嘅，就會果哎喲，你自己有做過嗎？有做，梗係是本桶，安尼都是得。哎呦，加本桶哦，哎用較鬆本哦，本錢較高，好食。好食，一般人講這個福壽桃，酸酸甜甜的吼，一般人很簡都係剖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之後用個梅粉。梅粉，速速嘞，10分鐘都是得食嘞。你係懶人的吃法，懶人吃法也是好吃的吃法。不是講啊，用筍做，用筍滷，不是滷誒，連殺青這個動作都唔是。唔是，直接加梅粉按用就好食嘞。按你就當好食嘞。哇，原來呀，土誒好按好食嘞，購置除咗直接食以外，還有呀其他嘅食嘅方式，今日就同大家來分享哦。唔講稍後來嘅節目，還會來同大家分享更加多有關土嘅知識。先休息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我們
仰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迄种一群阿群妹，我真正知道吼，伫台湾係當幸福嘅事情，因為一年四季都有無窮嘅果子做得生，像土誒，雖然很季節限定，這樣一日半夜聽聽，不過你就做得食到青菜梯、青起嘅果子，你那可能像我苗栗人。就做得食到隔壁台中嘅土誒，是不是？我就覺得這樣很幸福。嗰時候今日有請到陳太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當到土誒嘅知識啦，種土誒嘅故事啊，也得。我也想去來問一下哦，迄個我買土誒買到屋卡，我按用嘅保存期，這樣做得保持期清好嘅味道，我做得不用幾久。哦，一般人俺用買土，俺從建議佢講，俺買的土都俺買紅玉。哎，福壽桃，最好就是先食啊，幾天3日底部它可以食片。3日，你們講會後熟嗎？紅玉後熟，福利美給別後熟。那新藥呢，你都不用個常溫，不用3日，用3日。常溫先不用3日。不緊用。將拿去冰箱冰，還是將拿出來洗到咧。啊，問講，你講先洗好，拿去冰吼，佢要凍傷，要糊糊。做唔得洗好拿去冰，好起來了。係啊，是將拿來洗就好咧。啊，就像就咪有人啊，是較冰的土，因為佢不用冰箱拿出來洗冰冰吼，你到夏天來洗土，很好吃，都好食。唔過像按用土的蛋糕都有一些些的膜，也都有膜有相關膜，做得什麼啊？一般土攏有膜啦，啊，一般都係用清水洗洗咧，洗嗆啊，就食得洗咧。唔是講有人講用鹽啊，把個東西洗。還是菜瓜布啊？唔是。你洗用雙手出來洗咧，都是得洗咧。洗啊就做得咧。摸洗皮都好咧，安尼都以後洗咧。哇，古時候大家做得來多多支持台灣嘅農民。其實除咗做得直接食土嘅以外，鄉親朋友還做得許多高鹽地度去摘土嘅。像我做法都是我有開放一區的本人自採。即係因為你們東人吼，食土食果子，攏敢若看到去菜市場賣呢。啊，東像我講，我哋人客東都係帶細人，全家人鄉下去摘土，本細人去體驗講，我哋摘土，甲講感覺安尼。因為俺講，因為有釣米種啊，都冇使農藥吼，所以東人係俺講摘土。俺個摘土，俺開放嘅就是講，俺哋這什麼時節，你都是得來摘。按我同我哋講，唔都是在摘到3種土啦。哇！我把個土攏食得。哦。按我底部還有就係農場冰室，農場冰室都係。農場冰室都係我爸爸飼的個鐵牛車。好可愛啊！有看到相片，細年嚟都吃到東河糕。對，細年嚟講摘土。因為你們現在唔是採購那種農田牛車，農用的這種車，對，所以我們都會都繞一圈，唔敢去體驗。遊園車的概念。雖然嘛，東河糕，太熱嘛，東河糕。因為冇採購啊，年年就冇採購啊。錯啊，係。東河糕，不過像按樣遊客直接來到高鹽地度，直接去摘果子，要不要先教一下他們怎麼採收？因為我哋咩先睇佢教講。有3種品種嘅土，唔按用純摘。目種像我哋舉例講紅玉，其中我幾分熟這樣摘；福利美幾分熟這樣摘。所以摘土當然摘土佢要去研。哎，對。用研下講研下。研忙啊！其實樹地攏唔會研啦。啊，所以攏個人聽講，我咩先導覽解說聽講，人家種用純嘅土。將是在摘土用純摘，轉下佢就落來咧。叫我用滿通呢？一般像個紅玉的話，我攏聽講差不多6-7分房都是在摘。啊，福利美佢本來就寫得佢冇辦法按房啦，佢差唔多4分房都壓摘咧。啊，就摘落來佢係切，其實樹地唔用啦，不用。古時候唔但像去高鹽摘果子啊，其實去水果攤、水果店買果子，咩唔好去研，對不對？就唔好研都會就疏鬆哎，對，按樣就冇辦法食到清醬嘅果子。大家做得去高鹽地度去採果子啊，做得體驗一下按樣嘅感覺，而且就可以學習這個食農教育，對不對？搞太年沒搞生意呢，還有好搞，還做得 DIY 哦 ，DIY 嘅壁咚等一下。
个是用头的梳做的。头梳磨的个土长枝，磨的土长枝去做的笔。很做的用，而且这个好，最近很推崇那种就是木质感的东西，大家拿起来就觉得很有那种温暖的那种手感。亚洲黑，亚洲黑，在我闲暇之余啊，都不是搞做笔，嘿啊，通个叫名啦，很叫做陶乐笔啦。啊，陶乐笔。你们东都摄影吼，是在买的陶乐笔，那一个书桌不用。你看，我听讲，那不用钱吼，读书要看认真哦。哦，因为有人讲那个什么桃木剑有没有可以辟邪？这个是桃木笔，让你那个学业进步。当神奇，古时候也没去泰国去甲上到嘅 DIY 嘅。去上到 DIY 做的啦。啊，小朋友家就吃到好教冇？有没有好教个拢？有跟做半成品，再分跟自己组合。哦，还是自己组装的。对，自己组装。可以就亲手动神奇啊，韩国带转衣服卡就做得来做经验。就按用的头的眼底度给形成就很丰富的感觉。对。哦，古时候像陈太公，其实你咩动后上，你迄转豆腐卡头摆唔咩做牙红诶？唔咩，哎。头摆迄种嘛？我头摆我就当啊，嘛是他浪费做些，嘛头头莫摆做些过啦。啊，每项我嘛是想讲，哎，嘛时间通差不多咧。总嘛个时间多，就会想到讲爱转来咯，因为转来迄中亚头的书，其实动辛苦。其实我细汉我都开始，我拢某6日。放假拢系演红天做些啦，俺村的农家子弟，然后每下都爸爸佢身体较无安好，然后我就想讲，安尼我转来天做好嚟啦，所以我就转来不卡天做。跟你转来天做以后，改变的头摆乜嘅事情？哦，像一般的农民吼，跟种水果拢交本饭，就盘商啦，啊，几多钱？等盘商跟算片。农民亲每奖拿到钱了，然后像讲呢，安尼嘛没办法咧，安尼大摆人亲每奖拿到钱，卖几多钱，拢唔低，所以我想讲啊，将来吼，俺就是在开始慢慢的做直销啦，然后去假卖就去假卖，就一开始嘛系动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可以因为冇通路，哎呀，以前的通路都跟他贩啦。哎呀，啊，开始我做，我爸爸妈妈。第二买起那一片。对啊，那买嘿，啊，每下跟坚持反对。哦，爸妈还反对。坚持反对，因为跟干嘛呢？都麻烦。啊，都搞本饭都好咧。做东西就按辛苦，人家很爱买，按麻烦。啊，每下我都想办法，一开始我都因为俺的眼头入损，俺都生意做棋子。哦。哎，做棋子吸引人的注意。嘿。啊，慢慢的，你来时中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一开始啊，那时候某脸书，啊嘛某赖开始各个时节，很难宣传呢。15年前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哦。然后我就是因来摘头嘛，然后留资料，留姓名、住址、电话，给他看留落来，俺都留。按俺每年的摘头之前他们都硬性一办1年宴。俺都当明信片不给，但系讲俺那写开始也摘头咧，啊，当用心咧，俺就是在有人接到我嘅明信片，都要转来摘头。像我讲他，我到尾摘头嘅，庆旧，当年来15年咧。哇，老祖古了。老祖古，当年拢来啊。当年都来。当中人讲新业务开头细咧吼，撇啥心落。哇，真嘅係習慣呢。習慣呢。就算1年當做得設100張做得設1張嘢。100都買當多，買中去變，佢都會阿星也不開頭啦。啊，到日下同路有吹到以後誒。都連蠻我當年呢小幾百頭吼，數量攏無啦賣，因為最主要都係本人來摘。體驗觀光果園，呀，咩迄頭擺爸爸媽媽冇做誒，冇做，我們就做栽培，你兩種係我目前的通路啦。啊，撒下來想要用來規劃，有想要做自家嘅品牌嗎？接下來我們想要做其他我們自己的品牌啦，就是我們建立我們陶瓷香這個品牌，可以去延伸出更多一系列，不管是頭啊、琵琶、葡萄的一些周邊產品出來。
打出我们自己的一条新的路吧。对，故说还有一段路要行。不过你也下看准去你行过的一条路，你知道最困难的所在是乜嘅？最困难啊，一般都连蛮好，因为种土最主要原因都是大自然。气候嘛唔好。你的结果率就唔好。树叶就唔好。係成都唔好。像呢幾年吼，要遇到落霜，温度不夠，然後落太熱，像開花陣落太熱，佢要開花，但是佢冇辦法授粉着果。其實我自己的想法啦，反正老天留幾多不恩都吃幾多安尼就好啦。嗰時候農民真係當辛苦好，忙田食飯。不過像呀陳太哥安樣，有自家嘅堅持好品質嘅東西，還個堅持自家嘅理念，看田食飯。不過係東山忙地嘅做，將有愛好嘅產品，做得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咩什麼陳太哥來到節目分享哦，謝謝。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欣賞，聽下來運動一下哦。